你最近是否覺得做任何事都撳手撳腳，身體常常疲意，甚至銀包好似漏水一樣，莫名其妙破財，遇到小人？你以為就喺度注定嘅宿命嗎？易經智慧告訴我哋，人身上嘅好運和厄運本質上都係氣嘅流動與多寡。玄空學嘅核心內容就係氣和氣嘅運行，其理論根據就係易經。宇宙萬物皆成於氣，當你嘅個人氣場虛弱，晦氣就會趁虛而入。幸好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最神奇嘅改運法門，向天地借氣。只要你經常去以下這4個能量極高、磁場純正的黃金場所，就能迅速幫你嘅氣場充飽電，霉運瞬間退散，保你後半生風調雨順，事事順利。今日我們就用最深奧嘅義理與現代環境能量學，為你徹底結尾這4個能幫你降維改運的借氣天機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不花1分錢，靠大自然和城市磁場翻身，今天這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如果你同我一樣，都係一個熱愛中國傳統國學，想參透大師智慧，為自己同家宅開運，絕對唔想只係星無從行錯步，更加唔想當水魚被騙嘅醒目香港人。依家就即刻幫我點個訂閱，再撳開隔離個小粒燈。我呢個頻道專門為大家搜羅最接地氣、最即時嘅易經智慧人生修行與開運避坑造訪。只要你訂閱到以後，通關出行理財，保證你雙眼精明，守住你個銀包，活得體面有尊嚴。講到借氣，第一個要介紹嘅就係大自然深處，尤其是生長了百年古松與清澈流水嘅區域。點解呢度係宇宙能量最集中嘅地方？已經講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大自然嘅能量係天地之間最原始、最純正、最強大嘅力量。山林中豐富嘅植被能夠產生大量有益人體嘅能量，能夠清潔空氣，提升人體能量，減少疲勞，提高心情。風水中認為山聚集了陽氣，能夠幫助人聚氣養神，增強個人的正氣，驅散霉運。喺五行入面，松木代表強大嘅木氣，代表生長、修復與生生不息。你去到古叢林入面，就等於置身於一個巨大嘅木氣人能量場之中。木主春，春天主生機。當你嘅身體吸入呢種木氣，你體內嘅廢氣、壓抑同晦氣就會被慢慢逼出，取而代之嘅係最純正嘅自然能量。而活水代表水氣，水喺風水中係極其重要嘅元素，代表財富和流動性。靠近清澈嘅溪流、湖泊或河邊，可以感受到水嘅流動帶來嘅新鮮氣息和積極能量。水流奔象徵財富的增加，還象徵壞運的流走。風水中常說水為財，喺水邊行走可以幫助清洗掉身上嘅負面能量，吸引好運。點樣做先有效？你去到有古松同活水嘅地方，例如香港嘅郊野公園、大嶼山嘅佛山徑、城門水塘一帶，唔好淨係掛住打卡影相，你要慢慢行，深呼吸，用鼻吸氣，感受嗰種清新嘅帶有蔥香嘅空氣進入你嘅肺部，再慢慢用口呼氣，將體入面嘅毒氣全部呼出來。行嘅時候唔好急，慢慢散步，感受腳下嘅土地，感受身邊嘅流水聲同風聲。遇到百年古樹可以合掌禮拜3下，心中讚美古樹係充滿福氣靈氣嘅。觀賞大樹正對自身加持咗力量。遇到溪流可以洗一洗手，觀賞山水嘅靈氣進入生命之中。呢個就係最正宗嘅借氣法門。岑日飛大師一生雖然身體有殘疾，行動不便，但佢從未放棄過接觸大自然。佢晚年仍然積極推廣養生智慧，主持山金養生智慧影片系列，分享佢做養生與易經中嘅體悟。大自然嘅生氣係無論你身體狀況如何都可以拮取嘅力量。
第二個要介紹嘅黃金場所就係安靜、充滿學術氛圍嘅圖書館、歷史博物館或保存完好嘅古老書院。點解呢度係避開浮躁和焦慮嘅絕佳港灣？圖書館不單是學習和獲取知識嘅場所，其靜水嘅環境有助於冥想和心靈嘅平靜。風水中認為，這種充滿智慧和文化積澱嘅地方，能夠幫助人提升智慧門，開啟心智，從而在面對困難時，能夠找到更好嘅解決方案，改善運勢。書屬木，代表生長與發展，階梯則形成緩慢上升嘅氣場通道。這種地方融合了木的生機與土嘅穩定，特別適合需要提升學業運勢要換嘅朋友。你知唔知點解古代嘅書院同藏書閣都起喺風水極佳嘅地方？因為知識本身就係一種能量，千百年來無數讀書人喺呢啲地方專注思考求知，佢哋嘅專注力同智慧凝聚成一種強大嘅文氣同靜氣。你去到呢啲地方，就等於置身於一個巨大嘅智慧能量場之中。點樣做先有效？去圖書館借氣，唔需要咩複雜儀式，安靜地看會兒書，或者在階梯上小坐片刻，感受那份寧靜與專注。最關鍵嘅係要心懷對知識嘅敬畏，好嘅氣場自然會與你呼應。香港有好多好嘅選擇，香港中央圖書館、各區嘅公共圖書館、香港大學嘅圖書館，甚至係中環嘅舊最高法院，而家嘅終審法院大樓，呢啲地方都承載着深厚嘅文化底泥。你去到嗰度，揾一個角落坐低，唔需要急住睇書先閉上眼睛，深呼吸幾次，感受嗰種安靜嘅沉靜嘅氛圍，你會發現原本心入面嗰種焦躁同不安，慢慢就會平息落嚟。呢個就係文氣嘅力量，佢能夠迅速平息你體內因焦慮破財帶來嘅無明火，讓你嘅心神凝聚，恢復理智嘅決策能力。當你嘅心靜咗，你嘅決定就準確咗，決定準確咗，運勢自然就跟住好轉。聽到仔女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平時如果心情煩悶或者覺得運勢不順嘅時候，會唔會主動去山林裏散步，或者去安靜嘅圖書館、老廟雨裏坐一坐？你進去後，是否真的覺得成個人輕鬆清醒了好多？有的話，請在下方留言區打出借氣開運4個字，我們一起在留言區交流你嘅神奇體會。第三個要介紹嘅黃金場所，可能令你有啲意外，高端住宅區或配套公園。點解呢度能夠幫你提升財運？喺環境能量學上，財富是有磁場嘅。一個乾淨綠樹成蔭規劃、整齊居民素質高嘅高端住宅區，其注入的陽氣與財氣極為旺盛。高端住宅區往往匯聚咗優質的風水格局與圈層能量。你唔好誤會，叫你去做偷呃拐騙嘅事，你只係去感受嗰種繁榮嘅氣場。你行入去，見到整齊嘅街道、優美嘅園林、精神飽滿嘅居民，呢啲全部都係正能量嘅體現。公園也是聚集陽氣嘅好地方。古代嘅官宦之家都會有私家花園，花園是植被茂盛、有景觀嘅地方，可以匯聚很多優良氣場。點樣做先有效？你可以選擇清晨時分去你附近嘅高端社區周邊嘅公園散步。曬太陽係非常重要嘅一環，陽光照耀你嘅身體，就等於陽光補充你嘅陽氣。陽氣就係正能量正向氣場，代表着光明活力、生機與順遂嘅能量流動。行嘅時候保持開放嘅心態，唔好帶住妒忌或者自卑嘅心態去。你要想象自己正在融入呢種繁榮嘅能量，你嘅個人氣場正在與呢種財氣產生共振。久而久之，你嘅金錢敏感度同事業開拓運勢就會不知不覺咁提升。有條件嘅話，可以到湖邊散步，
水是聚集能量與靈氣嘅，亦是財氣。透過呼吸吸取水之精華，呢個就係最簡單嘅借財氣方法。第四個亦係最神聖嘅一個場所，真正清幽不帶商業銅臭味嘅佛教寺廟或道教靜修場所。點解呢度嘅磁場極其高頻、慈悲與包容？寺觀廟宇嘅選址通常遵循風水原則，例如背山面水藏風聚氣。寺廟風水嘅核心係聚氣立靈，讓天地正氣祈福靈氣順當當進來，讓野氣煞氣規矩散開。但寺廟同普通住宅最大嘅分別係呢啲地方經過長年累月的修經、修行和善良心念的累積，其空間磁場極其純淨祥和。儒釋道三家嘅精神文化載體，書院寺觀通常坐落於山川形勝之處，係風水上良好嘅藏風聚氣之地。佢哋所求之氣更為清靈祥和，而非世俗財離之氣。呢種清氣能夠迅速洗淨你靈魂深處嘅戾氣和因果債，為你累積深厚嘅陰德與晚年福報。點樣做先有效？去寺廟借氣最重要嘅係心態，你唔好抱住求神拜佛發達嘅心態去，咁樣你就借唔到真正嘅清氣。你要懷住一顆恭敬同感恩嘅心去感受嗰種寧靜同慈悲嘅氛圍。入到寺廟可以先喺庭院慢慢行一圈，感受嗰種同外面繁瑣都市完全唔同嘅氣場，然後可以入大殿禮佛三拜，唔需要求啲咩，純粹係表達一份敬意。之後可以揾一個安靜嘅角落坐下，閉目養神，讓自己嘅心靈喺呢種高頻嘅磁場中得到淨化。香港有好多清幽古國嘅佛寺，大嶼山嘅寶蓮寺、鑽石山嘅志蓮淨苑、屯門嘅青山齋院等等，呢啲地方都係香港嘅能量聖地。你每個月抽一兩日去行下，你會發現自己嘅心越來越平靜，越來越少抱怨，越來越懂得感恩。當你嘅心變咗，你嘅運勢就會跟住變。講到去寺廟或道場借清氣，香港有很多清幽古國嘅佛寺，大家平時最喜歡去哪一個寺廟清修或走走？你覺得哪一個地方嘅磁場最讓你感到內心平靜？現在就留言告訴我，我會在留言區親自回覆大家，幫大家推薦開運去處。講完4個借氣嘅場所，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向天地借氣可以改變運勢？背後嘅原理係咩？第一個原理，易經嘅氣機相感與磁場共鳴，易經最核心嘅一條法則就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，同樣嘅聲音能夠產生共鳴，同樣嘅氣味會相互交感。你係咩嘢樣嘅人，你就會吸引咩嘢樣嘅能量。你身處咩嘢樣嘅環境，你就會受到咩嘢樣嘅環境影響。人嘅運勢不是靜止嘅，而是像一塊磁鐵。你處在乜環境，就會吸引乜能量。向天地借氣，就係主動將自己暴露在高頻率嘅能量場中，讓自己嘅氣場同天地間嘅吉氣產生共鳴，從而重啟個人的運勢防護罩。改運的本質並非命令天地或強行扭轉天命，而是通過主動梳理自身散亂導致嘅氣場，使其與天地間的吉氣相合相求。尋日飛大師一生精通易經，佢喺1992年手寫20年易經卦象，為香港占卦。佢深知氣嘅運行規律，玄空學嘅核心就係氣和氣嘅運行，其表現形式是空間方位和時間流轉嘅統一。正因為佢通曉呢啲天機，佢先能夠喺輪椅上活出如此精彩嘅人生。第二個原理嚟自中醫嘅智慧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體內嘅正氣充足嘅時候，任何外邪，包括病邪、霉運小人，都無法入侵你嘅身體同生活。常去高能量場所能夠調理脾胃、疏肝解鬱、突
大自然嘅負離子能夠清潔空氣，提升人體能量，減少疲勞，提高心情。當你嘅氣血充足，中氣充盈，你身上嘅正氣自然強大。有咗正氣保護，任何街頭騙局、小人惡緣和霉運都無法入侵你嘅生活圈，因為你嘅能量場已經強大到足以抵棲到一切外來嘅負面干擾。講完借氣嘅地方，都要提一提士氣嘅地方。以下3種場所，你越係去，運氣就越係差，一定要避開。第一招，遠離囤積垃圾，陰暗潮濕的野氣之地，屋企大門口、睡房最忌銀垃圾堆積，垃圾就係戾氣嘅源頭，戾氣重嘅地方，財神爺都唔會上嚟。外界嘅垃圾場、陰暗潮濕的小巷、荒廢嘅建築物都藏有極強嘅晦氣，呢啲地方嘅氣場運毒沉重，你行入去就等於將自己嘅身體暴露喺毒氣之中，會迅速腐殺你嘅健康和錢包。見到呢啲地方行遠啲。第二種要避開嘅就係充滿戾氣同負面情緒嘅地方，例如喧鬧嘅刀場，嗰度充滿咗貪婪絕望同瘋狂嘅能量。你入去唔止借唔到氣，仲會俾人吸乾你嘅氣。頻繁發生爭吵嘅街市，充滿怨氣嘅地方，呢類場所嘅磁場極度混亂，會直接刺傷你嘅晚年腹部。岑日飛大師曾經講過，蛇年不要亂發脾氣，因為硫酸鋅會讓人失去理智，無法控制情緒，對身心健康嘅妨礙很大。去一個充滿戾氣嘅地方，就等於將自己暴露喺別人嘅專心之中，呢種負面能量會直接入侵你嘅氣場。第三招，遠離成天抱怨、傳播負能量嘅死氣圈子。退休之後嘅社交要做減法。如果身邊有朋友成天跟你抱怨仔女不孝、社會不公、命水不好，請嗰段靜默退場。呢種人就係能量吸血鬼，佢哋通過不斷抱怨嚟獲取關注，同時將你嘅正面能量全部吸乾。你同佢哋相處得越多，你嘅氣場就越弱，你嘅運勢就越差。岑日飛大師晚年雖然身體不便，但佢從不抱怨，佢選擇用積極嘅態度面對人生，寫專欄、教義經、拍影片、做節目。佢嘅人生態度就係最好嘅榜樣，遠離負能量，專注做有意義嘅事。今日教大家這3招，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借氣與防義氣的義理智慧。你覺得哪一招最實用、最容易在生活中做到？或者你平時自己有沒有一些防小人、保護個人氣場嘅獨門秘笈？即刻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智慧，大家互相照應，精明開運。天意不可違，順勢方能成大事。今日我哋拆解咗向天地借氣嘅古老天機，原來運勢唔係宿命，而係一種可以主動調節嘅能量。我哋認識咗4個能夠幫你迅速充電、霉運退散嘅黃金場所：叢林與活水嘅大自然借生氣，書香與文化厚重嘅圖書館借文氣，財氣暢旺嘅高端社區與公園借財氣，清幽古國嘅寺廟道場借清氣。我哋亦從易經嘅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，同中醫嘅正氣存內、邪不可幹2個原理中，明白咗借氣改運背後嘅深層智慧。向天地借氣是成本最低、見效最快嘅開運法門。守住個人的正氣，避開負能量嘅干擾，在平靜與修行中累積陰德，你後半生注定衣食無憂、大富大貴。醒目嘅香港人，理財開運、處事修心最緊要安全。第一，身體健康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認清到如何向天地借氣、霉運退散嘅義理黑幕，甚至可能幫你掌右啦推吉避凶嘅自保天機。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並分享給身邊需要這份開運智慧嘅親戚朋友，廣結善緣，功德無量。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幫到一個正處於低谷嘅朋友重新站起來，
我哋下期見，記住順應自然，福澤蚊長。